每一部影片拢是日前台南饭店民俗业者因家己所用心制作，除了推荐大房的特色，也行销周边景点，借此行销台南的水甲文化风情。市府观光旅局将影片精选比赛号名命中注定台南，该活动吸引34间业者参与。最后经过民众投票加专家评选，6号下晡伫台南大园皇冠酒店，由副市长叶哲山一一表扬获奖的14间旅馆业者，对台南观光产业的成长相当骄傲。在疫情前，我们的民宿以及旅馆饭店大概总数是635家，那到今天总共有多少家？826家，在疫情期间还可以有30%的成长。全台湾22个县市，只有谁？台南市坡下沟嘞这哦。透过这个影片，由大家自己把自己的旅馆或是民宿的特色把它拍出来，然后把周边的人文景观、景点、好吃的，通通把它入境。然后再做一波的行销跟宣传，所以这次非常感谢34家的业者，大家的共襄盛举。透过这些影片，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就有将近20万的点阅。其实我相信后期的话，一定会不断的加温，不断的加温。其中旅馆加民宿这两组分别由市容轩大饭店加现来6910行来提下金奖。以前都是用官方的立场，那这一次是特别让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立场、自己的角度去做这样的影片，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。那我们的影片里面最主要就是说介绍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，那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当地的文化的，还有我们家的一个特色。那因为我们家是一个100年的老屋啊，也是我爸爸当时留下来的，也是我们的起家厝哈。那我爸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大师，那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家的一些的状况。台南绝对不是一个只有住宿一晚停留的饭店，它有非常丰富的人文、美食跟旅行的体验，可以在这个城市里头被实现。饭店只是其中一个重要不可或缺的载体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拍摄的影片的方式，来让消费者知道喜荣轩对于环境保护的用心跟环保旅店的这个精神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台南市旅馆饭店有826间，疫情以后成长3成，而且今年顶半年销售金额超过71亿，已经达到去年全年度的6成7，整体观光营收持续向上成长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